我继续就是组织给目前他们比例那个每当这个那个天使那些的这个多啊，当然其他那个大不起，你那到对面的明白的，大家那些他妈的是具体，你不得的钱的，越是上班的嘛多，那做了突击钱的，那做了你数个肯定要嘛的。他妈的是具体的，越是的不对性的，不仅他是起步一面的，那做哈不的。那你厂内的，对吧？根据你个人的培训的个人的，那说起码呢是有的，这个东西要不然呢，厂家特别推荐的，3月的那个个人情况经理，比如说这个情况，那问题他用作那个，起码呢是有的，左敲敲、啥敲敲、东敲敲，那么东西哪去敲？那别人哪能我敲起来，哪个把你我那3个月的别讲呢，他的地方都来的培训的，不对性的个人的嘛都是看你个人嘛的，马上我就培训上来嘛，马上拿出来，忙不有的拿到那个原来的，不对性的是的，拿到了个人他说起步一面的，那么是听的，那说我那讲的，那说能够去证明那么排到起了，啊，也到了我们这就我的把你的习惯挺多的话，通通把的，拿到能够去证明了，他去到哪吧。这些我说的，用在看到那里也有就是说，根据你高度的同常常是比较的是这个，开启一难的，难怪一难的，必须一难的，你上那不对性的推荐个这个，别人我说白我们讲的一系列的那个，你这一场我说那边我们修的，我说拿到水来，他妈的是有用手的，有兄弟看到根据的起的呀，我们常开起来的，微信上面这边我说，然后突击去回修，突击去修，找你我团队一样。组织这个数量东西，然后有的嘛也有的，然后然后有的给这个团队，你不你就不用拿学习，拿到我说拿到最能够把你最要不来的度，我分组给他给你啊，某个企业拿到当地的本地企业的面积是总的两毛钱吧，拿到我用处里面是啊，3个点里面是啊，你这个一个是技术员，我要直接去我们在那里学习，他的然后说开始的那个说那个对于性的那真成本多呢？对于性的层面学的太大了，我现在就是微信上那个，那个做生意盈利，这个情况就不能让企业都做啥，就把讲，因为1万两给他个人情况盈利，那个关键有的关键的可以企业的是不对性的，有满足资源了，咱们的企业特别奇怪，没有感情的上那么一样，从最近他对别个一个第一次给咱们那个啊，满足没有多呀，咱们企业开标。我们今天就可能讲讲起讲他吧，或者我就那个数堂的水土也没有的，你这一张，他都那么做长嘛，两个配置，我们西边我们那么的，您看这个推进去了，推进。